哦，来，直接来读。1662年2月初1吼，2月初1咱顶回读到一半啦吼。顶回甲即个18条伊会要签的即个合约吼，要谈判即个签约的18条读了吼。好来，继续看吼。五方的代表带即个条约去台湾市镇，要去遐各按家己国家的方式宣誓了后，批准即个条约。因去外面以后，伫税务所遐受到几个人恭敬的硬指，了后无偌久，即个城堡挂起白旗。暗时8点，五方代表转来即个城堡了后，甲阮讲，各国条约拢按照各自的国家的方式宣誓确认咯。国姓爷交互五方的条约，对中文逐字逐句翻译出来，内容如下。听阮遐老早吼，我拄读第一段咧吼。第一段讲五方的代表，咱昨读到即个因要签合约的18条嘛吼。读到一半，所以过来是。这18条读煞，咱即嘛搁刷一下。伊讲，五方的代表吼，早着即个条约去台湾市镇，要按照各自国家的方式宣誓了后，批准条约吼。因早即个条约去了后，伫税务所遐受到几个人恭敬的硬指，了后无偌久，即个城堡就挂起白旗。暗时8点，五方代表转来即个城堡了后，甲阮讲吼，代志办好势吼，拄则讲吼。国姓爷交互五方的条约，吼，内底安尼写，咱来看。国姓爷交互长官贵阁下和福尔摩沙议会用中文所写的条约的翻译。距今9个月前，我国姓爷率领大军来到福尔摩沙，总算伫长官贵和伊的议会提议甲提案之下。我以如下的方式提出即个条约的条款。好，咱下底看国姓爷写几条，国姓爷嘛是写无个16条吼，咱来看。所以可能一条一条来回应的款吼。第一条我理解，以前对双方构成的所有问题拢已经消失，也袂阁去想迄寡代志吼。第一条就是讲大家。什么温暖到遮为止啦吼。第二条，照所讲的，即个城堡所有大个甲水炮、枪支、合约、现金甲所有的商品，拢爱无例外来交我吼。第三条，稳准下大，稳准恁早要坐船航行所需要的数量的米、烧酒、醋、油、肉。肥肉、芳、扫仔、篷布，迄个点仔胶哦，合约、炮弹甲合情，或者这拢是进前荷兰人写的吼。你要查这拢会使吼。第四条，所有的私人因的财物甲家庭用品，经过检查就拢会当早去装存。第五条，允准迄28个人。各带28个应该是议员啦吼，各带200荷兰银即个银币角啦吼。约价值2.5毫吨吼。现钱也允准其他迄20个比较较加钱的人合计早1000荷兰银币的现钱。第六条，允准士兵无受干扰来载因家己的行李去船顶，并且允准因全副武装点到火情庆祝上通，拍开机制，并且拍鼓吼，弄鼓来即个特兵啦吼。第七条，恁会当对所有公司的簿记文件当中，将有关带出的债务、白租、
甲商品等等的资料定律交出来。第8条，所有荷兰人，包括查甫、查某、孩童以及迄寡乌人，拢将会伫8天到10天内送去坐船。共款，也伫希腊迄个地方官 Valentine 哈，含其他人也会无例外来交幸互恁。而且，如果有人秘伫厝地或者是其他的所在还未出现的，我也袂伤害因。第9条，迄5只被五方抢来的小船，就是 Chalupjans， 将会归还互恁。第10条，各种船只拢允准用来运送荷兰人去落船。第11条，也将会命令军人不准去迄个城堡附近为难恁，或者是做出暴力的行为。第12条，为着要做和平的标记，将会对这个城堡挂起一面白旗。第13条，城堡里大部分的人必须要伫3天内处理了因家己的事务，并且去这个落船。第14条，阮双方拢必须为此交出一份书面的条约，并且以宣誓确认这个条约，并且由重要的人员签名。为着这个目的，双方拢要派出人质哈。如果伫这个第15条，如果伫这个城堡里还阁有希腊人，爱甲因全部释放。共款，伫我方这边要活着的荷兰人也要释放。第16条，此外，若是有任何的这个细罪细节哈，任何的这个细项代志被袂记哩以后也阁会来讨论。下面写着新政府的第15年第12月的第13天。现在则确实知影讲，阮的同胞伫佛罗摩萨被国姓爷悲惨的杀死了。伊即条应该是指迄寡伫分散伫即个什么新港社啦、大北港即寡所在。一寡牧师、教师啥，拢掠去抬去。好，2月初读了，2月2号拜四，这篇嘛是小可较长。2月2号拜四，好天。暗时平静无风。透早，迄寡代表又搁出去城堡外面了后无偌久，林吉 Waitgens 和 Hartwell 先生也出去。三队呢，希腊人的即个林吉，迄寡官员后壁远东和康北也入来厝地，为着要去坐船。迄寡仓库的视察员名叫做远东和康北无写，也同齐入来厝地即寡人由卡森布鲁的阁下 Van Iberen 和 Otterhorn 来领旨，尽量中来经过列队的阮的士兵中间。去长官阁下遐，写一个括号，写一个注解啦讲下面即个备忘录以即个记号来插入去，即个记号是即个芳晒的即个井字号啦井字号以即个井字号插入去远东岸就是下面即寡。而且无重要，咱就照读就对了
1662年2月2号，所以下对这是可能是补充还是什么1662年2月2号，交予西那人的代表的这寡仓库里的好物的备忘录，据此来交去予因的好物如下的销单啦要为这啥？要移交的啦好来读一下86桶肉，14桶肥肉。这为什么是要交因？伊家己敢无够，家己有够通食就对啦。好，86桶肉，14桶肥肉，5桶磷油，9个半桶橄榄油，1桶烧酒，5桶半西班牙的葡萄酒，14股的烧酒，3桶半的醋，5桶半。伊那写3个半桶，3个半桶是1桶半的我感觉伊可能写毋对啦我是写读3桶半拄则听着敢若有人入来，但是我毋知是毋是看袂着我不管不重要。继续来继续来读。3桶半的醋，5桶半深红色的西班牙葡萄酒，70度的富林豆，阮讲富林豆啦荷兰豆啦，伊是写豌豆啦39股的日本麦芽酒秘鲁啦16000度的切，424包16000度迄一本啊山呢，毋知偌大刀就影啦你若讲较早阮的庄骹咧堆即个切的迄个布刀哇，时间太久啊！我迄当阵搁做囡仔高中加迄当阵上大的时阵，甲高中无啥会记啊。我读高中的时阵，搁斗举搁即个切包因为已经大人身体啊，大人心啊，有法度通举切包啊，差不多决重呢。我嘛讲袂出来歹势啊。好，16000度切看了这真不得了，就大一本啊山。424包日本的胖，1576包日本的麦啊小麦啦976包日本的米，5000股的椰子油，280度的佛罗摩萨的米。1662年2月2号，伫个野城堡。下面记载是土地测量师菲勒本美，咱顶话讲有写一本日记伫个即个交接这段时间呢有出版恁有兴趣再去出来看即个土地测量师菲勒本美的简述我方迄寡荷兰人拢已经无辜悲惨来被台死亡因为伊是真少数无去用台死以及因的富人人伫个原住民手下真可怜的情形，就是即寡人被台因某无互台啦，所以伫个原住民手下真可怜的情形伊叙述如下但是这小等下，这有一个注卡第3条，我看一下写啥。土地测量师美即个简短的叙述收录伫即个日记呢，有一篇较详细的，是对1661年4月30号到1662年2月4号国史爷来袭击的时阵，以及阮被活掠期间所发生的代志的备忘录江秋生有翻译注记每氏日记是台北汉声出版社民国92年出版你再去图书馆找看有无因为这遮久啊，那绝版了。好，来咱来看这个菲律宾妹伊所讲的代志。妹先生的叙述。所有我方的荷兰人拢已经不幸死亡，为何死亡
并无清楚。最近也有4个人伫迄个市镇里被钉死伫茶帮顶，毋知影因是啥物人。无偌久以前，看过有7个人绑伫一支竹啊，堵死伫 Groenland 的一条小溪，伊这只挂号写讲是石头坑溪，堵死伫石头坑溪里，也毋知影因是啥物人。国师爷本来打算伫阮伫日时去请求要定调约的迄一天暗时啊，要用宝拿伫迄个目沙甲阮的城堡中间来夺去真高的拿宝，要贴真高的拿宝啦吼，甲迄个目沙含阮来隔开。为此已经准备好迄寡宝拿吼，要先甲迄寡周围伫迄个目沙的人制服了后，要控制整个航道，互阮受到严重的围困有45门大炮载来台湾，其中有发射36磅炮弹的法国的卡特温炮，France Carterwin。根据伊的查询，迄种大炮是对澳门所载来马考合约有10万斤以上，炮弹伊伫咧车壳嘛镀了真侪而且镀啦铸造迄镀炮弹伫咧车壳做就对了伊拍算伫咧夺取迄个目沙了后，要对4面猛烈攻击即个城堡，同时要派3000个原住民。歹势。